请问房间有什么东西坏掉？请问间房有乜嘅东西坏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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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房间的冷气坏掉了。间房嘅冷气坏脱咧。间房嘅冷气坏脱咧。间房嘅冷气坏脱咧。間房嘅冷氣壞hết地，間房嘅冷氣壞hết地，間房嘅冷氣壞hết地。房间的床坏掉了。间房嘅面床坏脱咧。间房嘅面床坏脱咧。間房嘅面床壞脱咧。間房嘅面床壞hết地，間房嘅面床壞hết地，間房嘅面床壞hết地。房间的电灯坏掉了。间房嘅天火坏脱咧。间房嘅天火坏脱咧。間房嘅天火壞脱咧。間房嘅天火壞hết地，間房嘅天火壞hết地，間房嘅天火壞hết地。请问你要用什么方式结账？请问要用乜嘅方式结丝？请问要用乜嘅方式结丝？请问要用乜嘅方式结丝？我要用现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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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用信用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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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用汇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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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嘅课程理解篇就到呢位了，大家都有學到冇啊？客家名錄學員，我係主持人李嘉，請大家聽錯對書看客家名錄學員，而你呢會將更多精彩嘅主題都分享俾大家，輕鬆學客話哦。客家名錄學員，就老大家講，張來了，拜拜。